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4年的10月4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第8篇，创世纪21章22节到34节，罗马书第8章第1节到11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顺服的生活。亚比米勒是一位外邦国家基拉尔王国的王，但是呢，他却是顺服上帝的命令而行。这一定是让亚伯拉罕感到非常的诧异。在昨天的经文分享当中，亚伯拉罕就说道，他说，我想这个地方的人都没有在害怕上帝，会因为我的太太的缘故将我杀死。但是亚伯拉罕没有想到的是，外邦的国王反倒比犹太人甚至他自己更顺服上帝。不但如此，他还与亚伯拉罕立了约，因为他遵行上帝的旨意。创世纪21章22节到34节继续的记载着这一段的故事。圣经记载说，当时候亚比米勒跟他的元帅非各去见亚伯拉罕，对他说，你做的每一件事都有上帝的同在，所以你要在上帝的面前来发誓，绝不欺骗我、我的儿女和我的后代。我一向有恩于你，你也应该恩待我以及你所居住在的这个地方、这个国家。亚伯拉罕回答说，我愿意发誓。亚伯拉罕为了亚比米勒的仆人霸占了一口井，向亚比米勒抗议。亚比米勒说，我不晓得谁干了这种事，你也没有对我提过这事，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的。于是亚伯拉罕送了一些牛羊给亚比米勒，两人就定了约。亚伯拉罕把7只小母羊放在另一边。亚比米勒问他，你为什么这样做？亚伯拉罕就回答说，请你接受这7只小母羊，证明了你承认这口井是我挖的。他们在别是巴订约之后，亚比米勒跟非各回非利士去了。亚伯拉罕就在别是巴种了一棵柳树，在那里敬拜上主，永生的上帝。亚伯拉罕在非利士住了很久的时间。保罗他告诉罗马教会基督徒说，必须跟基督耶稣连结，这样的人就会脱离了罪。因为呢，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，我们就能够从罪的里面来得救。也因为基督是从圣灵而生的，我们当然也要去追求跟圣灵在一起的生活，更要学习顺服基督，顺服圣灵。罗马书第8章第1节到11节，保罗这样的对罗马教会的基督徒们说道，他说，如今那些活在耶稣基督生命里的人，就不被定罪，因为圣灵的法则就是那使我们跟基督耶稣
联合而得生命的，以遵从罪和死的法则，把我们释放出来。摩西的法律因为人性的软弱而不能成就的，上帝却亲自成就了它。上帝差遣自己的儿子，使他有了跟我们人相同的罪性，为要宣判人性里面的罪，把罪除去。上帝这样做是要使法律的正当要求实现在我们这一些不服从本性，只服从圣灵的人身上。因为服从本性的人亦向于本性的事，顺服圣灵的人亦向于圣灵的事。一向于本性就是死，一向于圣灵就有了生命，就有了平安。所以一向于本性的人就是跟上帝为敌，因为他不顺服上帝的法则，事实上也不能顺服。服从本性不能够得到上帝的喜欢。至于你们，既然上帝的灵住在你们里面，你们的生活就不受本性的支配，只受圣灵的管束。没有基督的灵的人就不属于基督。可是基督若住在你们里面，纵使你们的身体将因罪而死，上帝的灵也要使你们活，因为上帝已经使你们成为了义人了。上帝的灵使耶稣从死里复活，如果这灵住在你们里面，那么这位使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上帝，也要借着他住在你们里面的圣灵，把生命赐给你们那必朽的身体。诗篇第8篇，上主，我们的主啊，你的伟大彰显全地，颂赞你的声音上达诸天，婴儿和幼童一起唱歌。你建造巩固的堡垒，防备敌人，你阻止仇敌对你的攻击。我仰视你亲手创造的天空，观看你橙色的月亮星辰。啊，人算什么？你竟顾念他；必朽的人算什么？你竟关怀他。然而你造他仅低于自己，你用光荣尊贵做他的华冠，你让他管理所有被造物，把一切都放在他的脚下。牛、羊、荒野的走兽，空中的飞鸟，江河的鱼类，海洋的生物，都归他管辖。上主，我们的主啊，你的伟大彰显全地。求主耶稣基督赐下救恩，赐给我们圣灵，帮助我们顺服跟随上帝的道路，领受救恩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